2025大台南國際旅展21日上午在大台南會展中心盛大登場，參展廠商紛紛提出好康，要來起應買去。主辦單位台南市旅遊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蔡成宏表示，今年的旅展各個代表參展踴躍，更準備了好康以及禮品要來銷送，歡迎大家做伙來踅旅展。大台南國際旅展，2025年，今年的日本攤位，跟各國的攤位，都幾乎是全部到齊，然後也有很多贈品，然後很多促銷，然後我們台南5星級各飯店的一個促銷，歡迎大家一起來共享。大台南國際旅展今年已經邁入了第14屆，那已經成為是許多人來這個旅展搜尋相關旅遊非常好的一個平台跟機會。那在我們台南市旅行同業公會非常積極的策辦之下，那蔡理事長跟他們的團隊這一次邀請了超過190攤的這些攤位，來自於我們全國非常重要的這些旅行業或是所謂的觀光產業。同時，今年也有所謂的日本館，那有來自14個縣市的城市，他們來設攤。今年旅展亮點真多，其中日本館特別精彩，結合了一日本地區的觀光單位適當宣傳。今日はこの大台南。那我們別府市呢，其實最有名的就是溫泉，擁有世界上唯一最大的一個溫泉區。那總共它有7種泉質。那我們非常歡迎我們台灣的朋友來我們別府溫泉。大分県宇佐市は九州の北部に。宇佐市呢有非常多豐富的美食文化跟歷史的遺產，特別是宇佐神宮。宇佐神宮是日本全國8幡神宮的總本宮，那它也是許多觀光客會來參訪的地方。除了日本的朋友來宣傳，菲律賓長灘島市長菲羅利巴爾以及阿克蘭省觀光主席艾爾雷德也攏受邀來台行銷菲律賓的觀光。Thank you very much for giving this opportunity, to have this live interview to market also the Boracay, in the whole world, especially here in Taiwan and here in Tianan. And yes, I said, please come to Boracay and you will enjoy. The Tainan and the province of Baclan are now sister city. So we always going here in Tainan to promote our island of Boracay and the province of Baclan. So we are inviting all tourists, all Tainan people to please visit Boracay, visit the province of Baclan. 2025大台南國際旅展是一個找找國內外旅遊大數、機票、交通、採購各式各樣旅遊相關服務的好所在。今年有超過190個單位參展，主辦單位歡迎大家在11月21日到24號旅展期間，做伙來看展搶便宜。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